6年組60米決賽第2組，按咗嗎？Set。女子01、02、03年60米截止劍6，女子06年立定跳遠截止劍6。女子06、07年60米開始劍6。跟住呢張就係女子08年組2乘10。發大啲隻腳。決賽第1。前啲可以前啲。按咗嗎？可以前啲啊！行啦，第二次。隻腳可以前啲，未到黑線啊你。用力。嗱，最後一次啊，用力啦！